麦。大哥2号，你有开吗？这边开了哎。喂。那1号看看。喂，麦test。喂。喂。代唱，这是代唱。喂，有吗？有，好，谢谢。各位兄弟平安吼！咱这时先来锻炼今早起的诗歌，请咱先献开圣诗第444首美，444首美。伫我救主荣光面前，444首美。这首咱应该真熟吼。我们从后面练回来，来吼。请。我救主荣光面前，在基督前我喜和平，你听他对我名，我必定是来感谢你，那救主为我来给你。
串联到遮。这是礼拜开始，请奏乐。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悬台，我无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下面咱要唱圣诗443首，伫主内面无分东西，非常请起立。
请咱继续起来，咱用使徒圣经来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一对圣神投胎，伫在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岛林内受苦，定时个死，埋葬罗英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下面咱要来交读启文21篇。启文21篇，这是按诗篇100篇来。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高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主爱到永远。下面咱要来头三角祈祷。创造天，创造地，天顶的大主宰。阮的阿爸爸上帝，我们用欢喜调调的心来到你的圣殿，伫遮阮会当甲正圣徒三见面，三甲请安，三甲敬拜。伫你的内面，阮要享受体会真实的平安甲喜乐。伫你的内面，阮要得到新的开发、活泼的愿望、平安的灵。伫世上的路途，阮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走也无野。行也无善，来见证主。亲爱的主，今仔日是建成教会牧师甲正中节，伫圣经学院举办2天1暝的退休会，求主甲因三角地，你的灵永恒伫因的中间，会当多无教会圣工，互建成教会伫遮会当成做一个灯塔，带互人温暖、愿望、喜乐。伫遮拄着主，面壁真理。互上帝成做因一生的倚靠甲帮助。亲爱的主，面对世界纷乱，真侪所在国家发生战争，未免互人惊吓不安。但当阮看见过去的世界历史，无一个帝国、强权也是国家，永远是咱的荣命。伫咱信主的人有缘确信，上帝你是即个世界总管者。所以咱无得惊吓不安，反倒倒来审察家己，是毋是伫上帝的道路？是毋是行公义、好人命甲主同行？亲爱的主，将今仔日礼拜交伫你的手中，透过经文、诗歌、正道，照每一人无共款的需要，得到帮助、启示、帮助，帮助阮对生命中的每一工奇妙的事物。甲祝福中看见你，互咱的生命每一工拢充满无限的可能甲愿望。伫你的面前，阮来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信。阿门。下面咱来唱一条诗歌，圣诗201首，救主听动的声，会众请起立。来
下面咱要讲读上帝话，是记载伫约翰福音13章34节甲35节。伫咱的顺序摊顶头嘛有圣经约翰福音13章34节甲35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因为今仔是合堂，所以我用国语读一解。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下面正道咱要请季牧师，伊今仔题目是彼此相听新的诫命，从下面的时间交季牧师。我所听的时代，所听的姊妹，我所听的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吼，真感谢姊妹牧师、义杰牧师吼，我有机会今仔日真欢喜，甲咱安尼好的主内的一家人啦吼，亲爱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感觉真欢喜哦！早起要分做6个段落啦吼，因缘吼，我今有时来用国语吼，然后配一寡台语吼，互这少年有机会安尼学淡薄仔台语吼，我尽量讲华语吼。第一个因缘，那第二就是说。爱的重要性，哈，那第三段就是说，爱的意义，哈，爱是什么？然后第4段说，学习与实践。第5段就是冲突与解套，兄弟姐妹的冲突与解套。那第6就结论，哈，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仔日是祝你设立安留主日。祝阮少年姊妹牧师、义杰牧师因带这中职领袖会、组织会到伫圣经学院，愿你保守看顾，圣经该参加地地，互讲师互因敬拜中间，这中职的灵命更较忠贞。搁较灵敏的，搁较够疼人，搁较够疼上帝。愿主你的圣心甲阮参加对不对？愿今仔日无论是伫网络即个电视，还是伫即个教会内面来敬拜，愿用同心来敬拜，来领受主你的教示，互阮搁较敬虔，搁较够疼人，搁较有疼上帝。我能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高兴哈，今天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学习彼此相爱的诫命啊。我们建成，我们有爱，阿门。那是什么爱？这是什么爱？我爱你是什么爱？好，我跟我太太讲，跟还有对你讲都不一样哦，对我的朋友讲都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一个爱，英文是一个 love 哦，所以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说，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爱是什么，那我们才可以切实的把它实践出来。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是神降世为人，他成为赎罪的羔羊，牺牲他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
教会头啦吼，啊，若毋莫讲长老还是牧师做头吼，啊，当然咱带领牧师来引带向前走，对不对？但是咱若讲，甲耶稣基督吼化作咱教会头，我跟你讲，所有教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都不会有问题，吼。啊，那个耶稣基督他是死罪羔，他成就了人跟上帝和好，还有人跟人和好，所以耶稣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他成就了他也成为一个中保，成为一个桥梁，然后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本来我们看上帝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对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我们需要依靠他。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呢，耶稣基督要我们同心合意建造一个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双和的建成教会。台北中会有一间教会，给他起名叫双和，就是人与上帝和好，人与人和好。曾经有一间教会，不是建成教会那个很久没有牧师了，他们里面都意见很多，都讲不拢。但是呢，就很久没有牧师，但好不容易就请到一位新任的牧师，哇，大家很期待，就赶快大家一起打电话邀请，大家都来了。那第一个礼拜牧师的题目就说彼此相爱，哇，大家听了很感动，说哇，很棒很棒，下个礼拜一定要再来。下个礼拜来，哇，牧师的题目是彼此相爱，内容应该不一样，结果内容也是一样。没关系啦，牧师刚刚来探访会友没时间啦，没关系啦，两个礼拜都一样。结果啦，第3礼拜题目是一样，哇，听听看，哇，内容还是一样。这个中级就挡袂牢，牧师，你真正还无用哦，拢无时间准备助你，你连续3礼拜拢共款呢，共款彼此相爱呢。牧师讲你们如果没有彼此相爱，人与上帝和好，人与人和好，那下个礼拜我还要讲这个题目，同样的内容。大家都了解了是。所以彼此相爱是上帝，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命令。教会是上帝的家，基督是我们是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耶稣是头。那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耶稣跟我们耶稣跟人讲，我给恁一条新的诫命，恁就3条。叫我听恁安尼，恁嘛就3条。恁若3条，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彼此相爱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的在家庭彼此相爱，在学校彼此相爱，在社团彼此相爱，同事彼此相爱，不容易。在教会彼此相爱，其实也不简单的。教会的希腊文的原文是一个雷西亚，这个一个就是说出来，呼出来，把你叫出来，刚才我们调兵，调动啊搞把你调出来，那个这个雷西亚就是呼召。把你呼召出来，所以呢，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说被上帝所拣选，成为主的门徒了。
就是咱是神的百姓啊，一起来学习，用受教的心来跟随耶稣，学像耶稣的款式，实践爱上帝、爱人的诫命。受教之心不简单哦，受教之心是很重要，因为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很不容易接受不同的意见，很不容易接受一个新的观念。有时候讲好几次，你讲不听，没办法，因为他的先入为主就是这样。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用受教之心，因为耶稣是头，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那第二方面就是爱的重要性。爱是人类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验和行为，对我们的生活真的影响非常的大。家庭需要爱，教会需要爱，还有社团，还有政党，还有政治人物需要爱。如果缺乏爱，很恐怖呢。缺乏爱，现在很多教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些？就是缺乏爱，没有爱，心中没有爱。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独裁的国家他们都形成一个邪恶的惰性，想要统治全世界，想要去霸占世界。那有些不义的政治人物耶稣说这些人叫做毒蛇的种类，心中充满了毒气在里面，心中没有爱，充满了不义的官意、心思意念。他们可以同心合意，顺从恶人的计谋，行罪人的路，坐武万的人的位，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的代价，牺牲人民的生命。这个都是因为心中没有爱，他们心中就充满了恶人的计谋。是吧？人的罪使我们顺从本性的欲望，来行罪人的路，充满歹人的计谋。圣经说了，罪人的道路终必灭亡。因为让我知，义人的路那是歹人的路，未灭无。恶人的道路必要灭亡。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以前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看作是敌人。我看这些邪恶的联盟，他们把上帝看作是他们的敌人，因为上帝要他们做的，他们是相反的，反而不去做。他们喜欢用自我的私欲为中心，顺从本性的情欲，心中充满了什么？像圣经所说的抱怨、怨恨、嫉妒、批评、指责、陷害，来行上帝所厌恶逐项的歹。感谢主，上帝爱我们，首先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白白的称义。圣经说，上帝是爱，爱是上帝最重要的本质。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他说：人生若没有上帝的爱，那个阿嘎培的爱，
那我就成了明的罗了，真像罗的胆，还有呢想的把，把的想，就是说那个缺乏爱，即使你有卓越的成就、口才、恩赐，那一切的侍奉，只是虚空、嘈杂，像我的像罗的胆赶快，没有意义。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保罗继续说：信、有信、有望、有爱，会继续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爱。他的这个爱就是阿嘎培的爱哈。教会是上帝的子民的团体，上帝在基督里的爱，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说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正能量的一个耶稣的性情。那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这些美好的德性，能够靠主耶稣基督的力量，靠圣灵的力量，拒绝上帝所厌恶的一些邪情私欲、心思意念，离开罪恶，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好，第三段我们来思考这个爱的定义。责任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啊，但是耶稣所说的这个爱是什么？爱的应用很广，它的意义很广。好，当我们常常唱歌说“耶稣爱我，我也爱你，上帝疼我，我嘛疼你”，那我们有想过，是要安怎疼？你用哪一个爱来爱？唔是讲嘴讲的就好，唱歌唱了都袂记啊。基督徒基督教谈到爱所表达的意义我们可以用希腊文的这个爱真的非常有特色，因为希腊文它把不同的爱，它把分作4种第一种就是storge 就是亲情的爱。那第二个是philia 就是友情的爱。那第三个是 eros 是欲望的爱、情欲的爱、夫妻的爱。还有是什么？愿望，你的理想、盼望的爱。那第4个就是阿嘎培，就是无私、神圣的爱，就是上帝的爱。那这4种爱在不同的关系和情境有不同的特质。阿嘎培的爱就是最高形式的，就是无条件的付出。上帝的爱就是阿嘎培的爱就牺牲的爱、不自私的爱、无条件白白赐予的恩典，而就是基督的爱真正的爱是从上帝来，因为上帝就是爱。宇宙万物充满了变数，唯一不变的常数就是阿嘎培，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来看这4个爱第一个是 storge 是亲情的爱，就是说亲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个血缘姻亲自然的情感和亲爱。但是呢，这个亲情之爱也会因外面的物质我最近听到说有4个兄弟为了100万，大家争得头破血流。4个兄弟本来好好的，为了分100万的遗产，大家都不互相相让，那关系就破裂。虽然是有血缘关系，但关系一样破裂，甚至于成为仇人。
以后大家都不相往来。第二个是非礼啊，非礼也是有条件的爱，就是半斤八两的爱，就友谊的爱、朋友的爱，还有同情的爱，就是朋友互相依赖、平等对待啊，朋友、同学啊、同袍、校友、教会会友。朋友的关系呢，如果破裂了，一样不再相爱，成为仇人。所以，当我们谈到上帝的爱，不是这个等量的爱。有时候我们把上帝也看作是这个等量的爱，我们企图要贿赂上帝，跟上帝定条件。上帝啊，你看我奉献这个美好的祭物给你。我热心侍奉，热心我也灵修啊，祷告、读经。那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事事顺利，凡事成功。这个爱不是上帝的爱啊，我们跟上帝定条件，上帝跟我们是没有条件的。好，第三个是 eros 是情欲的爱。夫妻的爱也是有条件的爱，夫妻亲情的爱，这种爱的根基是在肉体、心理以及心灵的需要。这个爱是上帝所赐的，因为这个爱是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家庭，建立一个家庭，社会自然的基础。这个爱使一个人可以去依靠他，供给他需要的人。我也有一个会友，他国小4年级，他的妈妈过世了，他爸爸在起，这个继母呢，每天跟他的先生就计较钱了，一直要钱，每天吵吵闹闹，让他读书也没心情。后来他哥哥考上了法律系，就开法律事务所，就结婚了，他也去参加了。他就把这个车班，他本来住在旗山呢，他哥哥是在高雄市，他就把这个车班都把它记起来，然后有一天他就离家出走，忽然间他爸爸就找不到他了，他就跑到他的大哥家，他大哥就打电话跟他爸爸说，这个妹妹在我这边，所以呢，他一直到他考上大学，所以这个哥哥就接纳他，而且他也很认命他都帮助家事，帮助带小孩，还让他的这个嫂嫂也非常喜欢他，所以他考上台大经济系，因为他哥哥可以供给他的需要，他在他爸爸的家，他吵吵闹闹，他读不下书所以他可以供给他。所以，但是这种条件的爱也不完全因为夫妻亲情的关系如果破裂，也会成为仇人，不再相爱，甚至离婚。亲情是这种爱，不是上帝的爱。这个 eros 的爱还有一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愿望、渴慕、理想。这个爱就是说 eros 就是说，我盼望我能够追求知识、学问、名声、地位、权势、财富，事业达到最顶峰。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也追求，想要更认识上帝，让我们的灵魂更美好，让我们更能够达到上帝的境界，这是渴望的爱。但是这种追求理想事业的成功有时候我们得到了，我们非常的属灵，或是我们得到权势
财富、学问，我们陷入自我中心、骄傲自大，自以为我很了不起，说被这样的时候就背离上帝，因为我们是被造，上帝是创造，我们是被造，我们一刻钟、1秒钟离开上帝，我们就没有什么。我们一定时刻不可以离开上帝，但是你背离上帝，你就走向邪恶。所以这个爱也不完全，不是上帝的爱啊。那第4种阿嘎佩，阿嘎佩的爱就是说无条件的爱，就是有上帝的爱。阿嘎佩的爱就是从上赐下来，从上帝赐下来的这个恩典，白白的恩典，怜悯的爱。所以上帝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不自私的爱，无条件的爱，白白给我们，白白给咱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彼此相爱的爱，就是阿嘎贝。上面3种这个 story philia eros， 这个爱都是不完全，需要第4种阿嘎培的爱，才能够使这个爱得以完全。所以基督徒的婚姻除了有 eros 以外，我们还加上一个阿嘎培，教会弟兄姐妹的爱，除了友谊，菲利亚的爱，我们还有一个阿嘎培的爱，就是无条件，主耶稣里面所给我们的爱。所以耶稣命令我们要用阿嘎培无条件的爱，阿嘎培来操练彼此相爱。好，第四段学习 versus 实践，学习对应实践。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对应实践彼此相爱，这是互相关联，好像是一个钱币的2面，你没办法分开。一面学习，一面实践，也要实习，也要学习，也要实践。不能说我会了，有一个牧师，他2个女儿，一个现在是在受琴，他弹琴弹很棒，那个一个现在就走向科技。那第一个女儿是走向音乐，她在学习音乐的时候，老师指定了她要弹10遍以上。那老二呢？他爸爸跟我说：“老二弹1遍就说我会了，不必弹了，我会了。”我会了，结果是他是不会。老师一考试都完全错了，所以他就放弃了。所以呢，任何的学习都需要不断的操练，每一种恩赐读书、弹琴、画画、打球，都是要学习以操练中求进步。彼此相爱也需要学习以实践操练的行动。这个彼此相爱需要学习，才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上帝的连结，使我们的心智长大成熟，满有基督的款式，满有基督的性情，还有圣灵的德性那些美好的美德。所以我们学习钢琴，学习弹琴、唱歌、打球，不是说我们请一位大师，请一个教练来指导，大家都很会弹琴了，而且以后都很会唱歌了，也很会打球了。需要不断的操练。我们想要追求属灵的生命，对不对？那属灵的生命，虔诚的信仰，
也不是说我们请一位讲师来陪领，当然这是好哦。但是陪领以后，如果你有没有操练的话，不是说陪领以后信徒就结出满满的圣灵的果子，不是这样，一定要操练。并不是说你果实摘下去了，哇，他明天就可以结果子，一定要施肥除草、栽种，还有浇水，还有剪枝修剪各样这个果树才能长出果子来啊。所以彼此相爱也需要不断的操练，就像各样的比赛，就像我们圣歌队每次复活节、圣诞节要演唱的时候，他们一定再三的操练，再三的加班，为了要呈现更好的。我知道一个合唱团要到国家音乐演唱，他们上半场大概10首下半场10首，总共20首。所以每一个团员要把20首都背起来。但是背起来老师还不满意，还是一再的操练，为了要呈现最美好的演唱，彼此相爱，也是一样，要这样的来操练。因为在马太18章21节，彼得问耶稣说：“耶稣啊，你说要赦免别人，那我的弟兄如果是得罪我，我要赦免他几次？7拜是无？7次是不是？那7次应该不错了啊。”耶稣说：“不是啦，我不是跟你讲就7拜，就70个7拜，70个7次。”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学像耶稣，无限次的饶恕得罪自己的人。以色列百姓不是一再的犯罪吗？一再的悖逆上帝吗？上帝不是一再的来赦免他们，给他们重新计划。所以耶稣说，赦免人你不要计算次数，你怜悯别人不要计算次数。他强调说恩典与悔改了，恩典悔改是最重要，因为我们从上帝得来就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就白白的给予是借着上帝，我们是上帝给你，然后你再给别人，这并不是你的。所以耶稣不是说，如果你圣经很熟，如果你很会祷告，耶稣来是说，恁就三听，叫我听恁安尼，恁嘛就三听，恁也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爱来彼此相爱？保罗在加拉太5章22节告诉我们，用圣灵的果子，心中充满的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美好的德性，这个就是正能量的德性，来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要怎么爱呢？爱是对别人有宽容，对人有慈爱，没有嫉妒，没有怨恨，没有骄傲，没有夸口，不做羞耻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没有很快的生气，动不动就生气，不记恨。你给我记住，有些人记恨记了一辈子，动不动
一有冲突就马上回顾说以前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爱是要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近，凡事盼望，对一切有盼望。爱永远存在，爱是最重要。所以耶稣命令我们用阿嘎培的爱，这个无条件的爱来操练彼此相爱。所以阿嘎培的爱就是主动的爱、牺牲的爱、不计较的爱。所以耶稣要求我们不仅仅是要爱那些可爱的人，爱那些跟我们合得来的人，特别要求我们要爱那些不完全的人，那些软弱的人，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甚至于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有罪的迷途的羔羊。所以耶稣的爱是主动的爱、牺牲的爱、不计较的爱。所以罗马书第5章第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主耶稣没有等到我们变好的时候才爱我们，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把上帝看作我们的敌人，他首先爱我们，我们才慢慢改变。他说：“主啊，赦免我以前的无知。”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有新的眼光。今后不再把上帝看作是敌人，把上帝看作是创造者，是我们的天父，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好，第5段冲突与解套。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解套。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冲突，冲突可以解套。关于这加拿大的官员他们要当官以前，要接受冲突与解套的训练。当面对冲突，你怎么解套？有一个故事了有一个比喻了就有一个农夫，他一定要带着一只狼，还有一只羊，另外有1篮的高丽菜，要一起过河。但是农夫的船很小，农夫的船太小了，他一次只能够载农夫还有其中的一个物品。如果农夫不在场，这个狼会把羊吃掉，这个羊会把这个菜吃掉。所以农夫面对冲突，请各位帮忙这个农夫来解套。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基督的爱、阿嘎培的爱、无私的爱可以解套。那个结会当透开那个结，出自本性的私欲欲望，大项的结，纷争的结、怨恨的结、自私的结、诽谤的结、骄傲的受气的结，各样的冲突解套。基督的爱可以解决冲突。夫妻难免会冲突。我跟牧师娘结婚47年，我昨天晚上问他说：“牧师娘，我们结婚47周年，那我们的冲突有几次？”他说数不清。数不清好在我们数不清的每一次都解套了，因为夫妻的冲突解套，
让你的关系更亲密，更有默契。夫妻之间，好，一次再一次的冲突，如果没有解套，结果如何呢？结果到最后，很多人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就是上法院离婚，宣告。很有趣哦，我们有一个邻居，他是外教派的，但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太太有小三，而且有暴力。他先生有小三，而且有暴力。对不起，讲错了。他先生退休了，他就要跟他离婚，他就把房子卖了几千万。他先生说：“好啊，你要离婚 ，OK 啊，你给我1000万，我就跟他离婚。”好了，1000万给你了。结果到上法院，他不想见他先生，他就委托律师。结果呢，要签约了，本人不到，没办法签。好，就下一次了，这次就不算了，要本人签了，律师不可以再签。好 ，OK， 就另外再开庭了。他这个律师大概很聪明，来，你们来签离婚协议书。他先生说好啊，就签了。两个人都签好了。他先说，还没有，他要给我1000万。那个法官说，那个是你们私下的事情，你协议书里面没有写，没有说啊。你们签了协议书没有讲啊，所以你们去私下去解决。所以他1毛钱也没有给他，就这样解决不过是因为冲突没有解套了，他先生讲不听啊，再三的暴力，但是小三还舍不得割舍啊，没办法，到最后就走向离婚所以朋友亲人同工信徒的冲突没有解套也是一样真的很多教会那个兄弟姐妹长子冲突很多教会本来是100人的教会，哇，因为某一件事物的冲突，哇，剩下60人，哇，第二次再冲突，哇，剩下30人，本来是上百人，结果萎缩到20-30人，这是因为冲突没有解套。所以教会是一群不完全的罪人，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呢，借着阿嘎培的爱，就是基督无私爱，可以彼此和睦，可以成为劝人和好的伙伴，成为彼此相爱的同工伙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没有冲突，会有侍奉同工，难免会有冲突，但是教会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学习怎么样在基督的爱来得到解套，以后仍然选择彼此相爱。阿嘎培的爱是从上帝来，盼望我们一生用阿嘎培的爱来彼此相爱，阿嘎培的爱来爱神爱人。结论来说，耶稣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恁若三听，竟然为对这来在练习我的学生，所以
互人认出你是基督徒，毋是靠学问，毋是靠教会各种的活动，毋是靠教会建筑物的大经小经，乃是靠信徒中间的彼此相听的性命。所以今天主要说要问咱：你有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吗？也许是跟你不合的人哦，也许是让你受伤过的人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伫倒落？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你告诉我。约翰一书4章12节，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咱那三条，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通过我们完全实现出来。当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世上的人就透过我们彼此相爱，看见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最后我用保罗所说的话来做结束。加拉太2章19节到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活着是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命。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将阿嘎培的爱、牺牲的爱、不自私的爱、无条件的爱，就是白白给予的恩典，就是基督的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不再靠自己，乃是靠圣灵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季牧师的正道下面，咱的回应诗是圣诗444首，美颂伫我救主荣光面前，会众请起立。圣诗444首，美颂。
请坐。下面要进行奉献，请同款的人。请咱起立，唱奉献的诗歌。请坐。下面咱要进行公道，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咱的手簿，咱斗阵来看。教会异象成全正圣徒，万民在祭司。第一，恳求圣灵扶持帮赞，互咱坚固家己的心智，伫基督的听合适，实践彼此相听，为着体圣淑会陈德明、赖清光、黄仁和、陈秀阳、林慧珠、黄世明、吴一晶、林以诺、张惠香、王依林、黄志坚、李雅娜、陈怡君、林春枝。为了台湾最近的大雨，感谢主落来丰沛的雨水，祈求主怜悯温带，赐下智慧缓解水患的灾情。第四，为着世界动荡的区域，愿主的公义甲怜悯伫全地彰显，求主砍断歹人的角，高举义人的角。下面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主你讲，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所以阮众兄弟就好胆就近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做阮及时的帮赞。主，阮要将身体病痛，通得到你的医治，心灵忧伤以及讲袂出的苦楚，得到你的安慰。有欠客，你补足，你教养。
我确信主是大牧者，你会带领阮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主，阮这时也要特别为着义军来祷，伊是一位听主、听人、听教会的姊妹。伊这时当甲伊的性命的拔河，愿主你成就你的圣手医治。阮要来安尼来看见见证主你的大能。最后，阮原来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祈祷讲：阮是天然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领导，你的旨定正。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后赦免辜阮的人，无得带阮一日去，就阮要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门。下面要进入报告。报告前我先来介绍一个世界级的牧师退休牧师，今仔来甲咱中间蔡三雄牧师，咱甲欢迎。伊目前已经是退休牧师吼，是捌伫公馆教会请坐吼，保利教会基督教保利教会伫淡水工中学吼。校牧上尾伫咧三支教会来退休，上帝佫予一个特别的恩赐，你等到看徛徛安尼诚用。伊是咱台湾吼，算咱台湾迄个拔河的总教练，伊带咱的景美女中写去世界比赛，拢得到真好的迄个特别伊伫肌力训练这方面吼，你若肌肉要较好，像布隆即马练啊呢吼，甲请教一下，伊咧世界级的，会当帮助咱的肌力安怎搁迄落，真欢喜因为下晡要去关岛教会参加一个典礼所以今仔早起来甲咱三甲做礼拜真感谢。第二咱也感谢季牧师吼，伊虽然是咱古早关怀牧师，即马毋是，但是一直拢搁咱教会保持真好的关系，一直咱大家拢一意伊来甲中间，介绍咱的季牧师娘吼，我是伊的粉丝啊，伊 Facebook 上季牧师说故事吼，季牧师娘说故事你若要知影因翁仔某伫教会界是真受人欢迎所以因的节目足济啦所以。不过伊的节目是拢季牧师娘咧安排，所以我今仔要甲特别拜托就是讲阮建成真少年伊，所以你一个月你来拜一届，因为季牧师无啥物主钱，我知影，拢季牧师咧拜，所以咱特别拍拍季牧师娘，小拜托一下因为以前我安排我的，他安排他的，结果冲突。我们就大家解套说，以后由你来联络都不会冲突。这是伊小可变，是阮拢真知影本日为咱的合堂礼拜，感谢季牧师所带来的信息愿主赐我保守季牧师娘身心灵健壮。我代表教会甲说多谢。第二条，今仔咱6月13、14举办中级的退休会，这摆主题是基督徒如何面对民间宗教的婚丧习俗。讲员是王伯贤牧师，地点伫新竹圣经书院。全体中级甲配偶拢共有39个人参加。第三个团契将请伫6月21号前提交7月甲9月服事排班甲聚会内容。互干事会诊。第四，咱6月16北中75届第2摆聚会伫大稻埕教会召开，2位牧师甲第2长老要前往参加。第5，这大家会当招朋友来6月28是咱的福音主日，也是合饭的礼拜。咱特别邀请7星中华平安会教会的郑元宪牧师来本会见证分享，
机会难得，请兄弟要福音的亲友一同来礼拜，领受主恩。团契消息6月27下午3点妇女团契聚会，咱主理是徐敬惠长老。以上方言面世甲对内奉献拢咱家己来看。以上报告咱要唱属营圣诗509首会众请起立。愿因得到上帝大恩，成做上帝所疼爱的囝儿，愿圣神的家子，成做恁做基督的门徒的标志，成做恁基督徒的性情。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甲地地。对一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